詩篇77篇。我要向神發聲呼求，我向神發聲，他便側耳聽我。我在急難之日尋求主，我在夜間伸手禱告，從不懈怠。我的魂不肯受安慰，我想念神，就悲嘆不安。我哀怨不平，靈便發昏。細拉，你叫我不能閉眼，我煩亂不安，不能說話。我追想古時之日，上古之年。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，我的心沉思默想，我的靈也仔細省察。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們，不再喜悅我們麼？難道他的慈愛永遠止息，他的應許世世斷絕嗎？難道神忘記開恩，因發怒就止住他的憐恤麼？細拉，我便說，這是我的tội人。但我要追念至高者右手所賜的年代，我要回想耶和華所行的，因我要紀念你古時的奇事。我也要默想你一切所行的，默念你的作為。神啊，你的道路是在聖所中，有何神明大如神呢？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眾民中使人得知你的能力，你曾用你的膀臂贖了你的民，就是雅各和約瑟的子孫。細拉，神啊，諸水見你，諸水一見，就都驚惶，深淵也都顫抖。雲中倒出來，天空發出響聲，你的箭也閃射四方，你的雷聲在旋風中，閃電照亮世界，大地戰抖震動。你的道路在海中，你的路徑在大水中，你的腳蹤無人知道。你曾藉着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這是神的話。